好，來鄉親啊，咱繼續要來講這個傳習會結束了後，政府對主權的立場再度受到關切。總統賴清德嘛來證實，因為安尼特別召開着國安會議，而且發表5點的聲明。總統特別來說明，講護衛着中華民國的現狀，無台獨的問題。所謂台獨這2個字的意涵，其實是在指台灣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。總統賴清德參加黨慶的活動，甲青年對話，特別佇咧致辭定義台獨。畢竟傳習會了後，各界嘛關注中央的回應。所以來暗示賴總統嘛透過面冊正式開過國安會議，針對傳習會講到的台灣問題發表5項聲明，其中第3項就強調保衛中華民國的現狀無台獨的問題，強調中華民國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民主國家，堅持主權袂當互侵犯吃掉，拒絕中國假統一為名，實際上想要甲吃掉，這是咱兩岸關係所堅守的底線。賴清德總統昨天早上跟晚上不一樣，說辭不一樣哦。他界定台獨就是兩岸互不隸屬，就是台獨。賴清德總統想要表達的應該是跟這個川普總統喊話，說他不會搞台獨，是不是這個意思？我們希望他講清楚。國民黨或者某些人想要操弄這個議題，我們要問清楚：你們定義的台獨是跟中共一樣，還是跟台灣的總統府跟美國一樣？是2300萬人，我們擁有自己的國家，國家名稱叫中華民國。國民黨立委原也無接受，不過賴總統定調中華民國台灣的立場。那總統府召開國安會議，已經針對上新的情勢做完整的了解甲討論。會中除了總統賴清德、副總統蕭美琴，還有行政正副院長杜英泰、地連軍，國安會秘書長、還有國安局長，其他還包括外交、國防、內政、財政、經濟等部會首長，還有陸委會主委、參謀總長等，關係到國家安全的議題，做各種面向的討論。總統怎麼看川普對台獨的表態？傳習會了後，賴總統的每一個動作攏事關國安，是一支藥百支重。Hello， 我是莊慧琪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